恭喜玩家达成牢狱之灾成就，奖励红药瓶1个。又一瓶红药啊！我上瓶还没吃完呢。亲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吃！你告诉我这什么情况？我什么都没干，为什么又被关进来？还有，你们这个牢狱之灾是什么成就啊？你们每天就不能想点好东西吗？这还不好吗？红药可以增加你的血槽量，毕竟在天牢这种地方啊，血槽量越长，它存活的几率才大嘛。所以你们这个红药是专门为了牢狱之灾所准备的吗？亲，稍安勿躁，给你把药喝，为待会儿的皮肉之苦做点准备。还皮肉之苦？吵什么吵？老实点儿，这人脑子有病吧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吴子欣到底什么情况？他为什么会害太子啊？而且为什么把我也拉进来啊？吴子兴啊，他先是谋害重臣徐有正，然后呢又去毒害太子。他已经承认一切都是他做的，并且一口咬定你就是从犯。我又没害他，他为什么这样对我？你呢，做好准备，一会儿呢有人会来跟你对供词。供词？我什么都没干，我不会忍的。所以才让你喝红药吗？希望你能在天牢的刑罚中活下来。拜拜。不是吧？内伤还没好全，又要有外伤了吗？啊！这血槽多一块有什么用啊？就我这身体也会被打得半死，我怎么办我啊？对，提神木偶。秦少在呢，亲。怎么了？我问你啊，那个替身木偶我能用吗？可以啊，而且你受到的伤害可以转嫁到他的身上。你呢，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受伤，其实那里没有伤到分毫。那应该不会被发现吧？坐下，坐下。我说路人甲，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招了吧。看你细皮嫩肉的，何必受这皮肉之苦？都说了我是冤枉的。我看他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那就来点开胃菜给他尝尝，拿过来。出身还这么多，不是我想的那个刑罚吧？你干嘛？既然你不说，那我们肯定要做点什么。你放心，我们是来照顾你的，先给你来点简单的。你要觉得舒服了，我再给你换。我都说了我是冤枉的。不疼，真的不疼。不会一针扎傻了吧？我再给他来一针。这替身木偶简直是游戏必备道具。说不说？我没得说，我被冤枉的，我说什么？你还嘴硬！也不知道这演的像不像。别这样，等，别！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这嘴太硬了，累死我了。你累死了，我嗓子都快哑了。皇后娘娘有旨，路人甲暂时收押，之后再审。遵旨。终于结束了。什么？小贾被抓了？云竹姑娘，小心脚下，小心！他为什么被抓了？因为谋害太子。大人，徐大人，小贾怎么会谋害太子呢？这其中一定有误会。徐大人，过来。他是被同谋供出来的，人已经在天牢了。不可能的，他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。你能救救他吗？你很希望我救他吗？我在这宫里，只有你和他2个朋友，
我不希望他出事。好。毒誓。去拿巴斯，随我去天牢。是。还是要送路人甲离开，云主才能放心。看来问题严重了。啊，多亏了你啊，我不用太疼。可怜你身首异处。是殿下，在哪儿？哎呀，我的腰啊！哎，手也好凉。小贾，11，怎么是你啊？快让我看看你哪儿受伤了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你跑这儿来干嘛呀？我是想问问你，愿不愿意跟我去即墨城？去即墨？好端端的还没到他就范的日子，怎么就说要去即墨城？莫不是他想劫狱吧？即墨城是我母妃的故乡，那里是世界上最浪漫的世外桃源。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在说什么吗？我知道，但是你现在太危险了，我要带你走，我们离开这里吧。别天真了，11殿下。你叫什么？我叫你11殿下呀，我本就应该这样叫你，不是吗？你还是叫我11吧。叫什么重要吗？你是想带我越狱吧？我已经规划好路线了，你只要跟我走就行了。我不可能跟你走的。为什么呀？你体验过流亡的日子吗？你知道什么叫朝不保夕、风餐露宿吗？你知道什么叫流浪在外，一旦被人发现就会被人杀头的恐惧吗？我都已经计划得很周全了，不会出问题的。那就算是不会出问题，你从小在皇宫中长大，你知道什么叫农耕劳作吗？知道什么叫狩猎捕鱼吗？你知道在市井生活里面怎么跟人打交道吗？你不知道，你活不下去的。小贾，你相信我，我可以照顾好你的。11殿下，你救不了我的，就算有人能救我，那个人也不会是你。小贾，快走吧，你在这儿会连累我的。别再给我添麻烦了。小贾，走啊，你走啊，你走啊！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你快走！11，你应该是天真烂漫的11皇子才对，你根本没有必要为了我去放弃这一切。11，对不起。殿下，走开！殿下，你走开！不要管我！殿下！赵晨玉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要来，我不会把你一个人留在这牢狱之中。我都说了不是我干的，但是他们就是不信。我相信你，跟我走。殿下，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殿下，劫狱可是大罪啊！你竟然为了我去劫狱！你是我最爱的女人，我愿意为了你做任何事情。阻拦皇子也是大罪。大罪！让开！
逆子，你竟敢做出劫女子等大逆不道之事！父皇，我愿意为了眼前这个女子，放弃我所拥有的一切，只求你给我们一条生路。不可能！朕杀了你这个逆子！赵神医，哎，吵什么吵？安静点！这是谁给我送的被子啊？不会是赵晨义吧？只是个梦啊。他应该不会为了我去劫狱吧？殿下，你来了。看来是我自作多情，原来我一点也不重要。新人找我何事啊？殿下可认得此物？殿下应该还记得，徐有正身边那个叫阿文的武士，他在临死前曾托付我们找到他的哥哥，而他的哥哥就叫阿武，现在还伴在徐有正身边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这只竹笛是他二人与其亲近之人联系时所用。殿下，你猜我是在哪儿发现的？是在路人甲的房中。他一直都在骗你，他根本就是徐有正安插在你身边的探子。不可能！休要骗我！希儿何苦骗你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更何况，在希儿心中，希儿曾想，如果没有他的出现，我会不会是殿下身边唯一的青梅竹马、红颜知己？我待你一直如同亲妹妹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但就算殿下心悦他人，希儿也只希望你好。希儿永远不会做任何伤害殿下的事情。但他呢？
抓到的都是些什么人？是那思善司的吴子欣，还有司药司的路人甲。什么？太子殿下，绝不可能是师妹啊！请太子殿下明鉴。哎，殿下，您这要去哪儿啊？对，慢点，慢点。绝对不可能是小贾。谢太子殿下明鉴。慢着点，慢着点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外面下雨呢。哎，殿下，有什么事就让老奴去办吧。对啊，殿下，您不能淋雨啊，赶快回去吧。你们这几个别淋着了，你跟李太医回去拿伞去。拿伞。哎呀，殿下，没事了吧？殿下。太子殿下吗？那个方向是天牢。开门呐！哎，是。小贾，太子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外面下雨了，您的身体不能淋雨啊！快走，快走！我都知道。你别担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您要是真心里有数，就不应该来这儿。我给您把脉。我自己的身体，我自己清楚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将你救出去，而且是光明正大的走出去。相信我。他是今晚第一个坚定的跟我说，会让我安全出去的人。徐大人，太子殿下，能否借一步说话？好。连徐大人也过来凑热闹了呀？云竹关心陆姑娘，我替她来看看你。徐大人，能帮我好好照顾她吗？云竹无需陆姑娘操心。我刚刚前来的时候，遇到了太子殿下。太子殿下刚刚回去了。他对救你出去一事，胸有成竹啊。徐大人，此话怎讲？如若没有把握，他出去时应该是愁眉不展，但是我观他神情不似如此，所以不出意外的话，明日陆姑娘就可以出狱了。怎么回事啊？皇子母，刚醒来就跑出去淋雨，你是要吓死哀家呀？玉儿只是听闻小贾被带到天牢，所以一时情急。一个医女而已，不值得为她着急伤身呐。只有她能救我，玉儿不能不急。怎的，只有她了？皇子母，您可还曾记得早年时国师的预言吗？国师说你命中缺少一魄，若是有缘之人能为你补上这一魄，便可保性命无忧。确实有此一说法。殿下，您仔细想想，这段时间以来，您的身体时而健康平安，时而病情反复，是不是都与什么人有关？难道你是说，这路人甲就是？您仔细想想，小贾初见我时，他便献药于我。后来在永延宫侍候，他有几次救我于危难之中，就连阿慧能怀了我的子嗣，都是他的功劳。他在我身边时，一切平安顺遂，直到他因为烧伤离开了几日，我便遭人毒害。或许他还真是那位有缘人。只有他，才能让我活下去。
哎，醒醒，出狱了。你被释放了，我带你出去。那，查明真相了吗？吴子欣已经认罪伏法，上官有令带你出去。还是说你要留在这里不走了？不用，走。奇怪，真的不疼啊。恭喜玩家解锁好人缘成就，获得一次独当机会。秦少在呢。吓我一跳你！怎么了？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，那个好人缘成就是什么情况？那是因为几位皇子为卿入狱的事情来回奔波，系统判定达成了好人缘成就。卿被放出来也是因为这点哦。几位皇子？是的，卿。卿，可攻略角色单线结局已经开启，请从中选择一位，开启您的。小贾他，你放心啊，那路人甲，祖母已经让人放出来了。谢皇祖母。跟皇祖母还说什么谢？这路人甲呀，既然是你命中一魄，哀家就不能让他有半点闪失。你且安心休养，莫要再让祖母忧心。玉儿一定会听皇祖母的，好好休养，不再让皇祖母忧心。哀家已经与你父皇说好了，等你好了，就让路人甲去你宫中做侧妃。这一魄，哀家绝对不会让他离开你身边。怡儿安心啊。皇祖母，玉儿对小贾只是主仆之意，我有阿慧足矣。哀家知晓你对他并无男女之情，但要放他出来，也需要个合情理的身份。他只有老老实实的待在你身边，哀家才能放心呐。明白祖母的心思吗？全凭皇祖母安排。路人甲接旨，奉太后娘娘懿旨，感念路人甲侍奉太子有功，忠心可嘉，册封路人甲为太子侧妃，即日入永延宫。陆姑娘，接旨吧。陆侧妃，接旨吧。路人甲领旨。以后就要改成侧妃娘娘了。已开启赵晨玉单线结局。怎么突然赐婚了？玩家路人甲已开启赵晨玉单线结局。总算是有点长进。赶紧离开这里吧，这里本来就不是你该待的地方。师父，小贾，你伤势未愈，为什么不卧床休养呢？师父，我没事。脉象平稳，你这身伤势看着不轻，但不是很严重。我真的没事。为师不看一眼，总归是不放心呐。我刚刚也听说了，你被册封为太子侧妃的事情。太子殿下敦厚和善，先前你被带走的时候啊，为了你不顾自己的身体，冒雨奔波于牢狱，为师
相信太子定会好好待你。我欠太子殿下真的太多了，但是师父，太子殿下这次突发疫症，我还没来得及调查，就因此被送进了大狱。我曾带着你的师兄们去诊治过，太子殿下的内府功能是突然崩溃。后来认罪伏法的那位宫女也交代，确实是她投放了针对太子的毒物，损伤了太子的五脏六腑。虽然毒物可以缓缓清除，但是身体的损伤怕是永久的了。再加上冒雨，湿邪入体，便是药石无灵啊！你要早做准备。那您的意思是，太子殿下他……如今只不过是吊命而已呀。娘娘到了。赶紧去找人！赶紧去找人！快！怎么回事？你快去看看，太子妃要生了！太子殿下病危，快去叫人！好，快去叫人！走。太子殿下病危，快去看看！叫人，快！太子爷病危，看太子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来了，快让开！殿下，小佳，你来了。我现在就来医你啊！我好像听到有孩子的声音。糟了，这孩子生不出来，孩子位置不对呀！娘娘，殿下，娘娘，太子妃娘娘正在旁边生产呢，但是还没有传来消息。小佳，我在。你答应过我，照顾好他们母子。我反悔了，我照顾不了，得你自己来照顾。你快点好起来好不好？好想有孩子的声音。这还没生出来呀！娘娘要难产了！快叫太医！一定要平平安安。怎么了？太子殿下红湿了。殿下，你醒醒啊！你不是说过了吗？你说你要看着小皇子出生，你要陪他长大。要是个男孩，我就带他骑马、射箭，身体可千万不能像我一样；要是女孩，我就带她去采花、踏青、放风筝。
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，太子殿下？我现在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能看一眼我未出世的孩子，哪怕是一眼也好。可以的，太子妃和小皇子一定会母子平安，到时候您就父子子孝，夫妻和睦，过上最幸福的日子。你答应我，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在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他们母子。我反悔了，我照顾不好他们。你醒醒吧，太子殿下！娘娘挺住，把身片放娘娘口中。太子不是了，娘娘。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你更像是我妹妹，我也一定会好好保护你。殿下宅心仁厚，能为你这样做也是正常。如今我们有了孩子，我们还会有未来。